为了对抗新冠肺炎新的变种病毒 XBB.1.5 和 XBB.1.16，小数昨午召开专家审查会，同意核准莫德纳 XBB.1.5 疫苗专案进口，包括6个月以上的囡仔、青少年和大人拢通做。按算伫9月最后一礼拜开始做哦，头一波会先开放65岁以上的老大人。 小数拜三召开专家审查会议，考虑国内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，是以 XBB 变异病毒株为主，同意核准莫德纳 XBB.1.5 疫苗专案进口来台湾。6个月以上的囡仔、青少年，还有大人，拢会当做。有的打就打呀。换新的病毒，佮做100较稳。一打进去我就马上有感觉，所以我要很小心。 小数表示，经过审查发现讲，莫德纳 XBB.1.5 疫苗符合证据显示，甲真正的莫德纳疫苗是用同款的技术平台生产的。进一步观察，动物实验甲小规模免疫原性试验的结果，做莫德纳 XBB.1.5 疫苗会当引发对抗 XBB 的变种病毒，亲像 XBB.1.5 甲 XBB.1.16有较好中和抗体的免疫反应。 针对目前重点变异株 EG.5， 还有新的变异株 BA.2.86， 嘛有引发类似中和抗体免疫反应，会当对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株产生保护力。不良反应部分跟先前已核准的莫德纳疫苗相似，以轻中度不良反应为主，打的部位就是红肿嘛，稍微的发烧。如果得到病情不会很严重，一般人来讲呢，他不会想要去打疫苗，所以我预期。 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来打，没有错哦，但是打气不会很旺。小儿科医师认为讲 ，XBB.1.5 疫苗上近9月份上尾一礼拜开始做，提供予65岁以上拢总200万人。对一伙人来讲，做疫苗会当产生一定的保护力，会当避免染疫带来的重症甲死亡的风险。要算有注射诱因，若其他成年族群做疫苗的情形，数量应该无像进前遐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